也外交部证实讲，已经收到非洲友邦斯瓦蒂尼王国的邀请咱总统赖清德参加英国王的庆典。也赖总统敢会出访，这是引起我家的关注。总统府表示讲，目前外交部也咧评估，也若有结果，会搁向总统来报告。总统会亲自跟斯瓦蒂尼国王说生日快乐吗？咱伫非洲会议友邦史瓦蒂尼，国王因史瓦蒂38岁生日加编40周年庆典，咱外交部正式已经收到邀请。总统赖清德进京了后，敢若第2024年11月访问太平友邦绍尔图瓦卢甲帛琉，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这摆是不是亲身去公告友邦，真受关注。非常谢谢邀请。那因为这个既定的程序当中，外交部会做充分的评估，那有结果的话，也会再向总统进行报告。咱甲史瓦蒂尼王国为1968年9月7日建交，邦系超过50年毋捌断过。现今国王恩史瓦蒂3世毋但真侪摆访问台湾，咱历任国家元首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到蔡英文，拢亲身去访问过。去年中国企业团出开42亿代票，摕到当地起水坝工程合约，是要透过经济影响到达渗透史瓦蒂尼的政治。那个水坝的计划，那个是国际的哈，那个是包括国际银行等等哈，所资助的一个计划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邦谊。那我们在史瓦蒂尼透过龙邦计划啊，也推动他们现在除了医疗教育哈这些能力建构以外，特别是着重这个一个产业创新的园区。台湾美国史瓦蒂尼3月11、12也伫四国共同办研讨会，外交部强调台湾作为科技岛，一直协助史瓦蒂尼升级基础社会建设，促进科技应用，降低因的青年高失业率，都是希望咱非洲友邦能发展成做社会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